大家好啊！呢一篇文章咧係講一講東京下町歷史散步同埋深度旅行嘅故事。我哋會帶你走入去角色區金町呢一個時時被忽略嘅邊陲小鎮。隨住江戶川長堤同埋水戶街道舊道，透過5個隱蔽嘅歷史地層探索，從江戶時代關所、明治煉瓦工業、昭和勞工記憶同埋黑水事件，仲有係葛西歷雜誌祭典嘅層層演變，你將會感受到城市邊界、自然同埋工業交織嘅獨特氣息，以及嗰啲時時被時間填平卻又隱隱作響嘅空間記憶。金町歷史旅遊從江戶關所到現代嘅淨水場，探索東京東端嘅5段故事地層。金町係坐落喺角色區東北角，同千葉縣係僅僅一水之隔。從歷史地理學觀察，呢一個地方嘅命運始終同江戶川嘅邊際性緊緊相連。河流喺呢一度劇烈蛇行轉向，古語稱之為金，即係深潭咁解。呢度唔單單決定咗水利形態，更加形塑咗佢作為江戶防禦門檻同埋物資轉換站嘅戰略地位。理解金町嘅邊際性，係洞察東京點樣從封建堡壘擴張成為現代巨型都市關鍵。今日漫步喺長堤同埋舊道，腳下每一寸嘅土地都重疊住唔同時代權力痕跡同埋生存律動，讓我哋透過步行嘅尺度剝開呢5層隱蔽嘅水邊地層。第一個故事，水戶街道嘅咽喉，金町松戶關所嘅監控美學。喺德川幕府建立德川和平體系之中，關所係維持國家安全同埋社會秩序嘅物理基石。金町松戶關所設立喺慶長年間，守衛住通往東北地區嘅命脈水戶街道。呢一座關所嘅運作核心，在於極致嘅監控邏輯，特別係嚴格執行入鐵炮出女嘅政策，防止武器流入同埋大明質子逃離。由於幕府嚴禁喺江戶川架橋，所有人員必須透過官營渡船流動。呢一種對空間嘅絕對壟斷，使到金町成為咗天然嘅堡壘。關所位於月谷川同埋江戶川支流嘅匯合點，地理上稱之為鳩手 Shito， 形成咗一種天然嘅水中防禦結構。當時金町發展出圍繞行政功能嘅御審所町，居民嘅生活同埋提供勞役、經營茶屋緊密捆綁埋一齊。呢一個曾經係一個充滿審查氣息嘅刑制等待空間，直至到1911年嘅葛飾橋架設，終結咗200年嘅渡船禁令，金町先至正式從封建嘅監控節點轉變成現代嘅流動空間。第二個故事，紅色煉瓦嘅現代骨骼，櫟澤榮一同埋東京織機。明治維新之後，防火紅磚建築成為文明開化嘅象徵。金町憑藉住江戶川優質嘅沖積黏土，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櫟澤榮一嘅推動之下，轉身成為建設首都嘅物質源頭。1918年，金町製瓦會會社併入咗櫟澤主導嘅煉瓦體系，喺英國工程師 Thomas J. Waters 嘅指定之下，引進咗霍夫曼式輪焦。呢一種焦爐能夠達成24小時不斷生產，將金町嘅泥土轉化成東京現代化嘅骨骼。
呢一種轉型唔單單係建材嘅更替，亦都係一種防災政治嘅實踐。金丁從此由農村重塑為工業外形，巨大嘅煙囪定義咗當時嘅進步景觀。第三個故事，消失嘅平積池、大東紡織同埋勞工嘅空間記憶。工業化嘅浪潮雖然帶嚟咗產值，但係亦都對地景進行咗破壞重組。20世紀初，大東紡織喺呢一度建設咗工廠，隨之而來就係對土地嘅劇烈掏空。今日東金丁小學附近已經消失嘅平積池 （Muslim Point） 並非係天然資產遺產，而係工廠為咗獲取建築土地強行挖掘而成嘅人工空洞。呢一片池塘曾經見證咗1932年女工為咗抵抗監獄式嘅管治而發起嘅罷工，係階級矛盾嘅最前線。有趣嘅係，昔日嘅帝式人車鐵道喺呢度穿梭，承載住勞動嘅女工同埋朝聖嘅鄉客，形成咗工業同埋宗教觀光疊加嘅奇特時空。隨住城市化嘅推進，呢一座苦難之池喺戰後一度成為耆老們休閒垂釣嘅場所，隨後被填平，蓋成今日嘅伊藤洋華堂超市。購物嘅喧嘩覆蓋咗昔日嘅勞動、工業暴力，就連原本位於淨水場原定地上嘅涼觀池，亦都因公共衛生嘅擴張而需要被迫遷往柴油。呢一種填平記憶嘅進程，正正係東京空間權力轉移嘅縮影。第四個故事，1958年黑水事件，金丁淨水場同埋日本環境行政嘅產道。1926年啟用嘅金丁淨水場，標誌住金丁承擔起東京生命線嘅重任。但係經濟高速成長嘅代價就係喺1958年全面爆發，呢個就係震驚全國嘅黑水事件啦。當時上游紙漿廠排放嘅液體導致嘅廢液體導致到江戶村染黑，淨水場癱瘓。研究數據顯示，將魚放喺稀釋後嘅排水之中，僅15分鐘就全部斃命。呢一場災難促成咗日本首部水質二法嘅通過，使到金丁成為日本環境自覺嘅發源地。今日喺嗰一座演次郎的故事神化成為尖帽子取水塔，背後實質隱藏住防禦污染嘅嚴肅功能。嗰個童話般嘅外表同埋曾被黑水困擾嘅歷史，構成咗金丁最深刻嘅時空錯節。第五個故事，祭典音樂嘅源頭，葛飾雜誌同埋邊陲文化嘅逆襲。喺沉重嘅工業同埋環境地層之下，金丁始終脈動住葛西神社，即係香取宮嘅宗教律動。18世紀，神宮西村由既為引導青年向上，將古老嘅田樂改編為極度具感染力嘅5人組樂團。呢一種源自鄉郊邊陲嘅音樂，後嚟竟反向滲透翻去東京核心，成為神田祭同埋山王祭嘅配樂。除咗著名嘅葛西雜誌，原址喺淨水場嘅涼觀寺亦都保留咗名為葛西嘅念佛舞蹈。即使今日神社周邊已經被高樓環繞，但係嗰陣笛聲而喺現代都市嘅客縫之中迴盪，證明咗
邊陲地帶亦都能夠定義都市嘅文化認同。閘門橋呢一個係東京都入邊碩果僅存嘅練雅拱橋。呢一座建於明治晚期嘅公共設施，完美咁展現咗金町練雅嘅閣宅嘅色澤，同埋當時精湛嘅砌磚工藝。漫步橋上，你可以親手觸摸嗰陣厚實嘅紅色肌理，感受百年前江戶村泥土轉化為都市骨幹嘅觸感。總結嚟講，金町嘅演變係一場深刻嘅邊疆轉型，從幕府時代嘅軍事屏障轉變為明治嘅工業供給，再去到昭和時代守衛全東京嘅生命線。喺呢一連串嘅歷史變動之中，江戶村始終係所有敘事嘅主角。佢係關所嘅護城河，係練雅嘅原材料，亦都係公害事件嘅載體。當我哋喺當代嘅金町漫步，不妨思考下呢一啲被填平嘅祠堂、被遷移嘅寺廟，同埋仍喺度律動嘅祭典音樂，係點樣共同形塑咗我哋睇唔到嘅認同。每一塊紅磚同埋每一滴淨水，都係承載住一段從邊陲推動核心演進嘅深化歷史。多謝各位。